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8月15号。这一期啊，咱们聊一聊家居行业。我们最近啊，聊了这个餐饮，聊了酒店宾馆，聊了教育啊，这各行各业现在日子不好过。那我们再看看啊，这个家居行业。关于家居行业啊，在7月份，对吧？连续出了几个大事，很多家居行业的大佬啊，纷纷啊选择高坠，对吧？选择这种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，就足以说明这个行业啊，压力之大。那这个行业到底到什么程度了呢？8月14号，南方周末啊，他刊登一篇报道，叫家居业巨震，为何跑得快的人先倒下。我们通过他这个报道看一看这个家居行业目前是什么个情况。前2天咱们节目介绍了，对吧？一线城市啊，这个高端商场，对吧？纷纷的玩不转，关门的关门，转让的转让，对吧？北京的 SKP， 对吧？还有恒隆广场。实际上，家居行业跟这种大卖场、大商场有类似之处啊。这个南方周末他是这么说的啊，他说2025年8月9号是居然智家董事长汪林鹏的出殡日。12天前，居然智家发布公告，宣布其在家中不幸身故，公司股价当日开盘触及跌停。这是7月以来第2位离世的头部家居公司创始人。7月17日，成立24年的亮家居创始人曾玉洲离世。次日，该公司全国100家门店集体闭店，公司宣布停止经营。他们的离世让李谦倍感唏嘘。这个李谦啊，是中国室内装饰协会装修零售工作委员会执行主席，深耕家居行业多年。李谦还记得2024年1月，自己与曾玉洲啊一次会面中，曾对他说啊，他说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一种无力回天的感觉。2024年1月份啊，这个曾玉洲就已经觉得自己无力回天了，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。曾玉洲是一个很骄傲乐观的人，因此他的离世是我很意外的，但这个生意对他来讲已经进入到一种绝境。李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啊，他说这种高压似乎弥漫着整个家居行业。被市场誉为北居然南红星的红星美凯龙创始人也在2025年5月出世。这个红星美凯龙我记得有一期节目介绍过啊，他是应该是江苏常熟的吧，常州叫车建新呐，这个人也是个风云人物。那现在红星美凯龙已经破产重整了啊。7月，这个富森美董事长刘斌出世。此外，曾被称为家装第一股的东益日盛，这也是上市公司啊002713，在2年累计亏损10亿元后资不抵债。2024年5月，深交所对其下发关注函，超半数家居企业2025年上半年亏损，其中红星美凯龙预亏最高达19亿元。说地段还是地段。2025年7月19号，佛山市政协委员、佛山市设计联合会会长罗杰在朋友圈发文悼念曾玉洲，他才53岁，是中国家居行业第一代经销商。罗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1998年26岁的曾玉洲代理东鹏瓷砖，由此进入建材行业，3年后创办亮家居品牌。1998年是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开端，当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、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，住房实物分配被取消，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，全面房改，使得房地产建设开发进入快速发展。说实话啊，1998年房改，那个时候我正好毕业，我对房改没有任何印象，也就是那个时候刚毕业的我啊，对房子简直就好像跟我没有关系，就是想都没想过的事情。不像现在啊，很多大学生刚毕业，就开始考虑房子了，焦虑房子。我们那个时候，反正别人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啊就觉得房子跟我没有关系，你就不应该想着你毕业了或者你以后啊3年5年能买到房，你就不应该有这想法。说不好听的，那个时候就国家还没整明白呢，不是搞房改吗？那时候都是排队等着单位分房，先给你分一个叫什么集体宿舍、筒子楼，然后排了多少年之后你积分够了，对吧？有的双职工啊，那就分多，给你分一套房，福利房。后来说这个不分房了，要自己买。反正不管是分房还是自己买，那对我来说，对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人来说，那简直是可望不可及啊！你就不应该有这个非分想法。据统计，1998年至2004年，商品住宅建设投资额平均年增幅达28%。在此前后，包括亮家居在内多个家居品牌兴起，如车建新在1994年创办红星美凯龙的前身红星家具集团有限公司，汪林鹏在1999年成立居然之家，刘斌在2000年于成都创立富森美。你看，都是那个时候啊，那个前后他们抓住了风口啊，抓住了机会，抓住了房地产这个后面的一路高歌猛进啊。家居行业与房地产同频度非常高啊。李谦表示啊，在他入行20多年以来，见证了家
家居行业重大变化。说首先啊，国际化家居企业进入中国，以百安居、家得宝为例，他们在1990年代末期进入中国市场，商业模式近似于进回来再卖掉的建材超市。百安居整个链条很长，他们的产品供应链、销售都是自己的，这意味着它没有动员整个产业的力量，速度起不来。与国外模式要解决一整条产业链不同，本土模式解决的点问题是场景。在过去市场红利时代，大量消费者希望到品牌集中的市场去选品牌，本身也带来了流量，这样的卖场就有了场景价值，形成产品展示和产品销售的良性闭环。李谦认为啊，对于卖场而言，核心商业模式就是收租金，某种程度就是房地产模式，而盖楼是很快的，招商也是很快的，卖货则由品牌企业或者品牌代理商完成，所以当时的家居卖场能迅速实现规模化。其中南红星、北居然两大企业有各不相同。红星美凯龙过去采用的是买地自建重资产模式，其自有物业比率最高达到60%。居然之家采用租赁业务轻资产模式，租赁占比超过80%。这一阶段家居卖场赚取的是商户的租金、物业管理费、运营费等费用，也被称为二房东。这与商业地产模式十分相似，区别在于销售的产品，这在过去被认为最稳健的环节，因为并不参与商品的终端销售，主要是通过收取租金来实现创收。以居然之家、红星美凯龙为例，两家公司租金收入都超过营业总额的50%。红星美凯龙2024年这部分收入占营收比重仍然达到68%。罗杰还记得啊，在整个行业依托房地产高速增长期，家居卖场的总经理们可谓风光无限。拉开抽屉，里面甚至有商户送的金条。一个家居卖场总经理都能收金条啊，就是为了这些家居品牌，对吧？能够在他那儿有一个位置，或者有一个好点的位置，那是何等的风光。他们把自己的卖场品牌塑造成功了，消费者认为到了居然之家、红星美凯龙等家居建材卖场买东西有保障，下游品牌自然蜂拥而至。还是那句话，地段还是地段。罗杰说啊，2016年万达在全国拥有190家购物中心，红星美凯龙拥有200个家居mall，居然之家的全国门店数量为162家。当时家居卖场甚至都不用去迎合消费者，他们只要拥有场景，消费者自然会根据地标效应前往。2010年到2020年，全国房地产年销售面积从9亿平方米增长到17亿平方米，家居建材等行业红利不断。除了老牌家居企业，欧派家居、索菲亚等新家居品牌不断涌现。当地产出现问题后，大家才突然发现整个家居建材包括设计装饰行业产能都出现了过剩。李谦说啊，除了大环境外，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受访者均认为，电商的兴起以及装修公司规模不断壮大，让消费者拥有了更多选择，同时让卖场模式家居企业失去了场景带来的超级红利。根据居然之家2024年财报数据，核心业务租赁管理收入占比从2019年82%跌至46%，商户退租率超过30%。这里我就要说一说了啊，这个20多年前我在北京买家具，我在北京买的第一套房啊，那是2003年，当时还没有有居然之家啊，但是离我们挺远的，而且也那个时候不是特别出名。我不知道有北京的网友粉丝年纪大一点的应该记得，那时候北京我记得2000几年03年啊，那时候买家具去哪儿啊？是去河北香河。那香河那是家具城，那什么那几条街全是家具啊，对吧？北京的这个韭菜啊，牛马周末坐着什么这938还是9什么，我的那个车那个路线我都忘了，从那个国贸或者叫大北窑或者叫八王坟直达那个香河，反正坐公交到那儿得1个多小时啊。到了之后，然后满大街全是家具啊，然后你就去挑吧，选完之后找个车拉回来，然后这个门口就有人啊，有个师傅啊，问你要不要这个安装，上门安装，对吧？一个人多少钱？就你这么多货，这么多家具，他全给你安装。说实话啊，那个购物体验那是非常糟糕的。那个时候没办法啊，那个时代没办法，你没得选。所以刚才文章也说了，现在都在网上买，对吧？我就在网上看你给我发过来，然后你还得负责给我安装，完了不好我还退货。那如果这样的服务的话，那你线下卖场怎么可能竞争得过人家呢？所以说有这么一点啊，咱们说的原因都是多因呐，这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，多因导致家具行业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是线下的卖场，就是比这个线上服务要差。万一你这个买的家具有点问题，对吧？你要退货要维修，麻烦的很。而线上就把这个很好的解决。线上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，对吧？你不是所
所见即所得。有的时候这个你的脑子里面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，对吧？你想象的脑补的倒挺好，等货发来了之后装上一看好像不是那么回事，哎，这个是个缺点。所以说啊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看你这个家具城、家具卖场就已经落后了。我们看这个南方周末怎么说的啊？他说当别人紧缩的时候，我要扩张。在李谦看来，房地产随着调控起起伏伏，家装行业也已经被敲响很多回中。每一次地产调控成就一批家居企业，让一批家居企业死亡。2014年，家居品牌华元轩2次冲击 IPO 失败，因扩张过快，资金链断裂。但类似的故事仍然在发生。2018年，红星美凯龙成为家居行业首个 A 加 H 股企业，市值合计超1000亿元。在已经涉足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基础上，这一年车建新以2.2亿元收购一家电影公司，还曾拥有过20家影，一度被电影行业人士评价为外行就别来凑热闹。此外，他还进军新能源汽车领域。车建新曾在2018年接受爱问企业家视频采访时提出，当别人紧缩的时候，我要扩张。当然了，对吧？这个豪言壮语，这个也只有市场能教育他，对吧？别人你也教育不了，市场啊教他怎么做人。这就和那个许老板说的买一样，对吧？他造车全靠买收购，结局呢，对吧？现在在蹬缝纫机啊。2020年，他以47亿元接盘了融创手中持有的金科股份。此时，红星美凯龙负债率已经超过70%，这就是典型的叫越渴越吃盐呐。同样在寒冬中选择逆势扩张啊，逆风飞扬啊。还有亮家居、东益日盛、祝范儿等家居企业，他们依然在加速开店。2019年至2021年，亮家居门店数量从100家扩张到160家，东益日盛新增门店达到120家。与此同时，东益日盛资产负债率在这3年间从74%上升至97%，这基本上就是只有暴雷一条路啊，神仙都救不了啊！资产负债率都已经97%了，救啊！资产还在贬值啊！关键是在地产高歌猛进的阶段，谁的速度更快，谁就能把规模做得更大，市场份额增大，成本由此降低。包括亮家居在内，曾推出的口号包括1周1个店，这就和那个碧桂园的那个老板是吧？高周转，3个月立马就卖房子，拿地好像到卖房子最快3个月啊，还比这更快的，这叫高周转。直到2022年，亮家居还推出了用低毛率换规模的策略。李谦指出，家居企业在过去享受到红利，被社会追捧，加深了其扩张的执念。我记得恒大暴雷的时候，我反复说啊，谁拿的地多，谁等着暴雷吧。实际上，这个家居企业一样的，就是谁开的店多，谁就等着暴雷，跟那个连锁什么培训机构一个道理。这个时候反而要收缩，对吧？你就那些不赚钱的店全部关门，重点保几个赚钱的店，然后这么往下耗，对吧？以时间换空间，结果这些人还选择逆势扩张，宝贵的现金流就这么花掉了，资金链一断，神仙都救不了。如收租的居然之家等卖场模式不同，亮家居的商业模式是整装全包拎包入住。早在2008年，亮家居曾推出388元每平米的套餐，这种以平方米计算价格的模式在当时一度轰动市场。罗杰还记得啊，他说从2002年开始，围绕着精装房陆续有过相关文件发布。2016年，浙江、山东、河南、上海、天津等地发布相关意见，鼓励推广精装房、成品房。说精装房看起来十分贴合亮家居的商业模式。这家公司成立以来，主打的商业模式是整装全包模式，收费主要根据面积和品牌来决定。比如套内面积70平方米，整装全包约10万元。如果需要升级，根据插座、橱柜等品牌进行价位升级。综合过去媒体报道，从2016年开始，亮家居与万山地产、海逸集团等多家房地产公司进行合作，为业主提供从购房到入住的一站式优质化体验。2021年，这家公司推出15天急速交付的口号，并且以开发商订单为主。精装房概念提出时，罗杰就曾向建材家居以及做装修的朋友提个醒，这个政策看上去很好，但实际操作中，钱在地产公司手里一定会倒过来，变成地产公司对所有供应链盘剥的工具。你说这个叫天堂有路啊，他不走，地狱无门偏进来。他给房地产开发商做精装，由房地产开发商给他付款，他的应收是房地产开发商的应付，这不是倒霉催的吗？所以那这开发商一暴雷，你的应收从哪儿收去？在他看来，这类公司承揽精装房业务后，什么时候能拿到回款，会成为一个未知数。那可不嘛，开发商呢，得玩命的压你的周期啊，对吧？这个结算周期恨不得压2年，你这还得烧高香，它不能暴雷啊，它暴雷了呢，你就完了。随着多家地产开发商陆续出现资金问题，压力随着一级一级往下压。据亮家居发布的债权人信息登记，主要分为供应商、项目
目经理及工人债权信息登记、门店客户债权3类。亮家居的供应商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回款速度最开始是1周，从2023年开始变慢，进入2024年以后，几个月都处于没钱打款的状态。还是老规矩啊，老规矩。2021年恒大暴雷以后啊，还在接这些活的暴雷，那怎么说呢？不值得同情，都是咎由自取啊，对吧？赚到钱了，你个个都是金银之王，现在赔了跳楼，这个股市是一样啊。现在股市指数稍微红了几天，马上一个个的都是巴菲特，等到时候暴跌的时候，对吧？跳楼，在那哭天抹地的也是维权，对吧？我一直说啊，就是恒大暴雷以前啊，大家买房子，大家这个做跟房地产相关的业务没办法，对吧？都是要吃饭，完了之后你也不能停一下，对吧？恒大都暴雷了，你还再去，那就有点过了，对吧？作为宇宙第一大房企暴雷了，所以你看啊，他说什么2023年开始变慢，2024年以后几个月都处于没钱打款状态，这个时候还在合作的，那神仙也救不了啊，这佛祖都没办法，佛祖看见都摇头啊，贪嗔痴嘛。另一家家居公司住范儿也试图通过大规模扩张抢占市场份额，在北京、上海开设大型实体门店，单店耗资过亿元，但在2025年6月，这家公司资金链断裂，北京、上海800多个装修项目停工，拖欠供应商货款上千万元。企业不要盲目去扩张，要留有足够多的钱。李谦说啊，显然这些企业都没有做到。截至2025年1季度末，居然之家现有货币资金21.5亿元，同期的短期借款18.75亿元，1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28.16亿元，公司短期债务合计46.9亿元，长期债务146亿元，合计达到193亿元，也就是负债200亿，但是短期负债是不到50亿，长期负债150亿。说啊，同期红星美凯龙短期借款和1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合计80亿元，公司短期偿债能力指标已连续4年恶化。南方周末说啊，过度金融化的家居行业，一位业主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，自己向亮家居缴纳了10万元费用，但工程并未完成。还有业主表示，亮家居需要提前支付50%才会开工，有的业主都好几万交了，只拉了个水表，需要提前支付一定比例的预付款才能开工，这是行业多年形成的结算模式。消费者支付了一定比例费用后，家装公司再启动流程进行采购原料、人员配置等。但这些提前收进家居公司口袋的预付款是否会运用在对应的订单上，那你想多了，对吧？他是8个缸5个盖子的5，你把盖子交到他手上，他不往你这个缸上扣啊，他不知道扣哪个缸上去了，哪个缸需要就扣哪个缸啊。多位受访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，这一部分是没有监管，完全取决于企业的自觉，也就是企业自己搞了一个资金池嘛，对吧？你把钱放到池子里面去，然后他这个资金池的钱有可能挪去扩张新店去了，然后你那个装修要买材料，那都别人把那预付款打进来，他再去买你家装修所有的材料，对吧？都是这种叫周转，这一部分是没有监管的，完全取决于企业的自觉。李谦表示啊，很多公司会认为这是自己账上的钱，可以随意支配，有的企业就拿去开店扩张，1年下来你收入1亿，看着账上都是钱，但支出可能是1.1亿，那就亏1000万。这些预收款没有核算清楚的话，恶性循环，负债就会越来越多。李谦说啊，2025年6月，试图通过大规模扩张抢占市场份额的住房儿发文表示，公司资金遇到挑战，装修和团购订单无法正常履约。住房儿还推出了装修贷业务，评估好客户的装修费用后，业主向银行贷款，款项会直接划给住房儿，用于支付装修费用等。等到公司暴雷，业主们发现装修没有完成，但自己的装修贷还需要继续偿还，这不就跟买了房子烂尾是一个道理吗？装修贷和那个按揭贷款是一回事啊，这叫惨呐！2017年开始，居然之家开始进军金融业，首务小额贷、消费金融、第三方支付、跨境等6个牌照，围绕居然之家产业链，为工厂、商户、消费者逾600万客户提供包括保理、经营贷、消费贷和股权投资等服务。北京商报2017年一篇报道中提到，这意味着居然之家将告别单一的物业收租模式，通过金融杠杆的力量，形成与合作伙伴一同抱团发展的格局。根据居然之家财报数据2023年公司发放贷款余额总计1亿元，其中流水贷逾期合计5337万，经营贷逾期合计2606万，员工贷逾期合计16.7万元，消费贷逾期4万元，各产品合计逾期7964万元。这么多产品都逾期了。2024年，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对居然之家小额贷款下发了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因小额贷款公司超越经营范围从事经营业务活动，合计
罚没133.5万元。在互联网上依然能找到亮家居零息装修、轻松换新家的宣传页面。房贷亮家居签单合作贷款会给予业主利息补贴。亮家居就是要让业主实现用银行的钱装自己家的小目标，好像这个银行的钱不用还一样，对吧？就净这么糊弄消费者。此外，2024年亮家居推出了超级质价比的688元每平米全包加0元设计的装修套餐。用公司的话来说，价格穿越10年前。罗杰表示业内评估这个价格，亮家居每平方米至少亏200元，依然是想用低价抢市场，想要扩大市场份额，但是实际上做不到对市场的垄断，用后面的钱去贴前面的窟窿，贴到后面就没有钱了。哎呀，这个本质上是庞氏骗局啊，也就是大窟窿已经形成了，资金池的钱已经被他花掉了，那就怎么办呢？这个池子还得往外流水呀，他就得想办法让流入的水越来越多。那怎么样让流入的水多呢？那就是降价呀，对吧？那就是你图这个便宜，我图你的本金，不就这一套来了吗？对吧？明摆着它的成本价是888一平米，那他就卖688一，亏本200块卖。哎，你把钱一交，行了，你就上套了，等着维权吧。李谦提到，现在已经有一部分装修公司开始了自我监督，比如收到用户的款项最多只能存定息，还有的选择与保险公司合作，由保险公司进行担保。过去保险公司是不愿意，但现在这个模式也开始尝试。这是南方周末报道的啊，这个家居行业可以说是穷途末路啊，它是楼市啊暴雷以后啊，应该是最惨的行业，因为有好几个创始人接二连三的，对吧，走了绝路嘛。这里我要说一说啊，家居行业实际上跟房地产一样，对吧？就不要想着还什么二次腾飞复苏，这个都想多了，因为这个家居行业是高度依赖房地产。那有人就说了，哎呀，那人家结婚，对吧，不要换家具嘛，人家买二手房也要家具，对吧？房地产不行，但是家居行业还是可以红火的，这个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啊。首先，现在的经济环境啊，大家都在勒紧裤腰带，对吧？谁会把钱花在家具上面？买那些不动产，买的时候都是一个柜子上万块的，一个衣柜，对吧？好的好几万，一张床，对吧？一张垫子多少钱？一个沙发布沙发多少钱？8000、1万。但你搬家的时候，这东西不要的时候，你找个收垃圾的啊，就是10块钱、5块钱，对吧？以前收入好的时候都无所谓，现在都是勒紧裤腰带，对吧？有今天没明天的，不是失业就是降薪，谁还买这么贵的？这是第一个啊。第二个，不仅房子现在卖的少，对吧？你房子卖的少，这装修的人就少，这个不用说，对吧？现在7月、8月，目前看这个楼市是加速下行，装修的人只会越来越少。第三个，对吧？都是结婚的这些人，本来结婚的人说要家具，新家具，这个没毛病吧？这中国人就是风俗啊，结婚要新房，对吧？房子不是新的不要紧，那么装修一下，你看装修就来了，然后换新家具。但是你想啊，去年这个结婚的对数一共是600万，已经是好像40年来最低啊，后面还有低啊。这个结婚的对数一低，大家也知道啊，不仅这个婚房，对吧？这个新家具受到灭顶之灾，就连这个5星级酒店是不是也是备受打击啊？你想5星级酒店靠这个结婚宴，靠升学宴，那是他的这个收入一半呢，办这种大型宴会啊，占他收入的一半，结果这一半不行了，都没人结婚了，哪来的结婚宴呢？对吧？有的时候结婚就一个人一对新人结婚，他不是吃一顿呢，对吧？婚宴那一天场面最大，然后他订婚，对吧？还搞几桌，后面还有什么这个叫什么回门，对吧？什么之类，反正还得搞几桌，这玩意来来回回多着呢。一结婚之后是不是要生孩子？一生孩子，孩子满月宴，对吧？孩子这个1周岁，孩子上幼儿园，孩子升小学，孩子升初中、升高中都有可能要办升学宴了，那都是在饭店，对吧？那就是因为结婚的对数一少，这玩意都没了。所以说啊，时代要抛弃你的时候，他根本都不跟你打招呼啊，你就莫名其妙就没了。所以你看家居行业不一个道理。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因为就业难，对吧？赚钱也很难，他们即便买房装修也是以简约为主了，对吧？怎么简单怎么来，只要舒适就行。不像过去啊，讲究实木家具，讲究豪华轻奢，讲究真皮家具，对吧？等等，现在都不讲究了，只要舒服就行，环保、性价比高、便宜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家装行业为什么最惨？因为它有2个大背景，一个大背景就是人，对吧？新生儿断崖式下跌，这个是没办法了，结婚的对数在下降，这是一个大背景。第二个大背景是经济形势不好，大家勒紧裤腰带过日子，不买房，即便买了房，一切从简。第三个大背景是什么呢？第三个大背景就是实体店确实受到这个线上啊电商的，这是实体店自身造成的，它自身的不足，没办法，对吧？你现在让我跑到哪个家具城逛一天，买几个家具，那简直难以想象，对吧？我现在能接受的就是坐在沙发上拿手机开始选。所以你看，在这个3个大的背景下，你说家居行业能好得了吗？就是不说家居行业，这个线下卖场，你不黄谁黄？你还加速扩张，对吧？很多家具城，很多那个家居卖场，明显的服务员比顾客多得多啊。很多顾客都是因为外面热，对吧？路过那的时候顺便进去2块2块，
哎，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，差不多凉透了，哎，可以干别的事去了，是这样子吧？那家居卖场那冷气足啊，跟这些家居卖场合作的那也是一个惨，对吧？也别指着那个钱能要得回来。我在恒大暴雷的时候我就说了，这恒大2万多亿，对吧？碧桂园多少万亿，融创多少万亿，对吧？这几个头部啊开发商就有10万亿，那这个钱谁买单呢？你总得有人买单吧？这钱没了，受害者是谁啊？你看现在纷纷出来了啊！但凡有点办法，他不会选择走绝路。举一反三啊，家居行业是这样，那你说其他的行业呢？对吧？受房地产低迷，受人口对吧下降，没有什么逆风局啊。如果你所在的行业也符合这些特征，那你要小心啊，对吧？你现在也是扛一天是一天了，不要想着还能逆风飞扬，对吧？弯道超车，你现在是保住。如果你的客户啊也是这些行业，那你得小心了，对吧？你的应收账款也可能要不回来，人家破产清算了，对吧？如果你本身自己就身处这个行业里，那尽量多攒点钱，对吧？多往银行里存点钱。所以回到最后啊，南方周末这个标题，他说为何跑得快的人先倒下？这个很显然，跑得快的人因为扩张的快，杠杆高，所以先倒下。那跑得慢的人是不是就不倒下了？不是啊，跑得慢的人也会倒下。刚才说了嘛，对吧？那3个背景，3个不利因素，对吧？你就是跑得慢，你也是活不成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